里有老婆有孩子，外边有我这样的情人，你当然挺好了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觉得你最近有意在躲着我。没有，没有。我是小孩，你唬谁呢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。刘大为，我今天就想知道，我们俩现在这样的关系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这样挺好。这样挺好的。是啊，你这样是挺好的呀。你家里有老婆有孩子，外边有我这样的情人，你当然挺好了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为我想过吗你？啊？刘大为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很随便的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跟你做情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要觉得我现在还行，你要觉得我们俩现在还行，你就跟你老婆离婚。离婚？对。哟，这事儿我没想过呀。好啊，我给你时间，你自己去想。我这么这条件，我找什么样的男人我找不到？我低三下气的求你，我图的是什么？你自己想吧你。茉莉，我知道你这样的条件我做梦都不敢想。你瞧得起我，我受宠若惊。你也知道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也有问题，她是个工作狂，又没有生活情趣，而且我们俩观念也有很大差别，她还一直瞧不起我。可是我和你在一起，不仅能力上得到了施展，而且我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激情。那你还等什么？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20多年一起走下来，虽然没有什么爱情，但是亲情却是从患难中培养出来的。我们还有一个儿子，儿子明年考大学，总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他的学业吧？再说，田芳现在刚下岗，陷入了生活低谷，我在这时候离开他，我做不出来呀。你能为你老婆想，你就在为你老婆想。你为我想过吗？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，你当时觉得我不好，你就不应该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跟你老婆离婚，咱们俩就分手。你不是说今天很晚才回来的吗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好像有什么心事儿一样的。没有。哎，你今天上拆迁办怎么样了？哦，对了，拆迁办的人没办完事就走了，我还琢磨他们怎么回事呢。哎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哎呀，你心里有什么事儿都写在脸上呢。咱们在一块儿都生活20年了，你夜里说梦话，我都知道你白天要干什么事儿。那可得小心点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个笑话。你呀，别看我平时不说，我心里都明白。
这现在下来了吧，平时就老琢磨。那天我突然想起啊，咱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爸说的那句话，两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；一人一条心，有钱都难买针。这一晃啊，小东都这么大了，真快。是啊，一晃20多年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累了。你说吧，平时老觉得我不跟你聊天，今天我跟你聊聊吧，你又不愿意了。我真的困了，想睡觉。你是不是嫌我烦呢？我哪敢烦你呀？真是轮回哈。我跟你说，你接老太太的时候，别忘给她买几瓶酸枣汁儿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莫姐，跟他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他拒绝你了？像刘大为这么聪明的，不会那么傻吧？李荣啊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啊，你今天一定要老老实实跟我说实话，不许恭维我。你看我现在到底怎么样？你的美丽和魅力不减当年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份成熟的美。不是恭维我。瞧你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我有必要恭维你吗？说说看，他怎么讲的？他说他要考虑考虑。哎，李荣啊，我长这么大，都是男人追求我，我从来没有主动向男人提过这样的事儿。我向他主动提了，他给我个闭门羹。你知道吗？我的自尊心啊，受到太大伤害了。看来刘大为还是一个很有良心的男人，不会因为钱就没心没肺的起糟糠而去。他的这个考虑考虑，不是因为不爱你，是觉得对不起他的孩子和妻子。对，他是跟我这么说的。那他就没有拒绝你，他只是现在犹豫不定，下一步就要看你怎么运作了。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他不离婚，我就取消跟他的广告合同，从我那搬出去。逼上梁山。说着说着你又来了。事情就得这么办。瞧你那顾虑重重的样子，感觉他要跑了似的。看来你是真爱上他了，刚给他点厉害尝尝，现在又害怕了。既然真心喜欢，那么就该当机立断。这是我听你说过的最好一句成语。我下面还有一句更好的，绝对让你得人不失财。什么？作茧自缚。不着急啊，我来，慢着。哎，你别急，慢点，稍等，我慢点。哎，小东呢？楼上等您呢。哎，好的。慢着啊，慢着。哎，小明搀着，明明搀着，明明扶着奶奶。来，让你拿。来，姐夫，你这个车真棒，妈今天愣没晕车。先上去啊，好，我停车去。好的。妈，您慢着啊。哎，来了，妈，快进来，哎呀，都来了，来，我把帽子给您摘了啊！快叫姑妈，真是妈，哎，真乖。哎呦妈，您说我本来说上您那儿去过节去，大为非得说让您来，您过来好。你哪天就走不动了？你这说什么呢？大过节的，那个
小东呢？小东呢？快点，姥姥来了。哎呦，小东又长个儿了。哎呦，快叫哥哥，叫哥哥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半月没见，这怎么又瘦了啊？快让姥姥坐那儿去，快让姥姥坐那儿去。妈，您快坐那儿。哟，姐，这么丰盛呢？哎呀，都是大为折腾的。坐奶奶，你挨着奶奶，挨着奶奶，坐那儿，挨着奶奶。我姐不是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又是发财又是换车，全让她赶上了。大为呢？我姐停车去了。哦，停车了。啊，到了。来，你可赶上了啊！刚才五粮液啊！哎呦，五粮液，这回你可来着了。这个来着了。高兴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要让你姐能喝2杯，我送你一瓶。这跟你说的啊，真的。来，对，你们俩喝吧，我们喝饮料。小东，功课累不累？嗯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越来不爱说话了啊？小芳，你能不能少管管他呀？我怎么？哎呀，妈，您快吃饭吧，别跟着瞎讲。哎，喝酒，来，喝酒。幸亏呀，我是你妈。你要是我妈呀，还不定怎么样。你妈，你可真是的，你。妈，咱们来，让我敬您一杯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妈，来，妈，来，懒豆，快敬姥姥。我就跟我小东碰。大伟，今天呢薯内鱼好吃。妈爱吃鸡。小东，出来看电视。妈，您别叫他，您看您的，他写日记呢。很多年之后，姐，你呀，现在是层层加码呀。现在那孩子们连作业都写不完，你是让他写什么日记呀？哎呀，去叫哥哥，他们都不理我。快去。姐，小东老这样不说话可不行，这样时间长了这么压抑，可容易得抑郁症啊。什么抑郁症啊？你别看他在家这样，在学校又玩啊又闹的，欢着呢。你甭管我们，把你们小明弄好行吗？将来小明长大了上不了大学，我看你说什么？听见没有？姑妈说你呢啊。哎，我说个笑话吧。从前啊，行了，叫你闭嘴。哎呦，我没说你。你不说我，你能说出什么好听的来？我想说那个3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那个。闭嘴。我看呐，咱们走吧，咱们在这碍眼。哎，你看，大伟，送我们回去。妈，你看你小明，要给我。哎，你看你这书越说越来劲。小明，别拿来。你说这孩子，你妈，你这真是。走，你看你妈什么这大过年的，大过年的，结婚准备这么多好吃的，妈妈您坐下，我给你削苹果，来，你坐下，来，你快坐下吧，你快坐下。要让我在这儿坐呀，把小东让他出来看电视，要我就走。妈，你看您真是火乱。小明去叫。不去。妈，您看您真是，他写他日记跟您看电视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